有高雄南马溪民众指控讲，因厝邻附近的工地半暝个时间，因拢无法度困。市政府是表示讲会来处罚，嘛要求改善。高雄市政府嘛表示讲，去年到今已经罚200多件暗时时间的案件，是依照《测音管制法》罚3000到3万，是有连续处罚。13号半暝，民众徛街头前大型工地，阁有真侪工人咧上班，加上持续运行的灌酒作业，民众互吵甲袂困去。通报环保局暂停一会，又搁继续，非常无言。该处工地4月13日凌晨1点左右，从事水泥车进行灌浆作业，无夜间施工证明。工地无暗时时间证明，市府要开发，并且要求改善。只有伫咧前金区的工地，顶个月12号嘛，互环保局发现半暝11点搁咧施工。官方统计全市夜间施工造成噪音，为去年到4月上旬已经有214件，以三明区46件上侪。前金区民生2路地上权的兴建大楼，即是夜间以大型机具施工，噪音了人，互环保局罚37件，开罚17.4万上侪。网上不行啊！你不要说我们一般大楼来讲，你要施工，礼拜天、礼拜六，大楼管委会不让你施工啊。阮岛的2个工地拢是安尼啦，哎呀，因为吵即摆的人，堪比你吵，一声嘛报警。环保局表示，各类因建工程民众徛街整修工程，拢袂当伫暗时施工，唯独市区若咧铺点甲厝外，工地动力机械嘛限定暗时10点了后袂当用，只要有人检举就会查，就算当下停工，民众的影片也是会当依法来开罚上悬3万块，而且是按件数来开罚。公司新闻王刘婷并交权高雄报道。